哦，我讲伊安尼，咱拢唔知影哦，台语人唔知。啊，结果伊用即个甲即个世界名字吼，扶贫展记甲翻做台语啦吼，咱请伊甲咱分享一下历史。大家好哈，林长老王会长吼，大家好。我今仔是足惊奇啊，也是使讲吼，是足荣幸啦。奉咧林长老的福气啊，来遮分享半点钟久，差不多半点钟会超过无？咱到几点？20分钟啦吼。大概介绍我这本《湖滨线记》吼。可能我大家问讲啥喏？这他著可用台语来写，了华语已经足济啊吼。咱无必要讲要了解这本册吼，不一定要用台语啦。因为我对这本册非常的喜欢，我足喜欢这本册内容。我一读的我无多听，我著第头一句的吼，迄个话头顶我就讲吼，若要讲这是一本翻译的册吼，不如讲这是一本我的记录啦。我记录我当然我用台语来记录。等下我要去做记录的时，我著要探讨讲，我用台语记录的时，我要安怎写？拄好咱即马是咧教，我有咧教台语嘛吼。咱一定是用咱的话来写。用咱的话来写，但是台语即马呢？无，大家讲实在实在，咱张了吼，遮咱有甲教落，但是我所接触的吼，我的环境是拢台落啦，所以我用台落来。即部分吼，我就莫搁讲吼，我本来就有讲到即部分。我即马主要吼，我这简报是伫下礼拜六共这时间，我是伫3月要发表嘛。拄好这咱。张老讲叫我讲，今仔日会当来，我先做一个预告啦吼，算一个预告。做预告吼，然后简单来讲，我这本册内底大部分，我简报有分3部分，无我就先差不多第一部分先简单讲者。第一部分吼，我咱这怎么？我这头的吼，头一个甲第二个吼是。介绍这个作者甲这本册的册嘛，这本册的册嘛，本地叫做 Warden 是一个湖。湖滨山记恁吼，可能拢有一个概念啦，从小大概拢有听过这本册啦，吼。作者是少肉吼，这个少肉伊这个人，伊是去 Warden 这个湖边，家己起一间厝，伫遐住2年2个月过2礼拜。是安怎伊要遐住，伊毋是去稳基，讲伊甲稳基的生活是差不多。主要伊是要做一个试验啦。做啥物试验呢？就是咱后壁要讲的，就超量主义。咱要了解这本册，可能啦做生态的人大部分拢知影，拢有嘛捌这少数这人。因为伊这本册内底是介绍伊即个环境甲生态吼，是介绍得足详细。甲伊百万年前，伊就主张即个生物多样化，这是伫迄个先足早的观念。虽然讲吼，伫18世纪开始，这个人伊是伫迄个19世纪初出世的吼，1917年款，1817年出世，活44岁尔，伫1862年60几年就过身去。伊去湖边住是1845年遐住到1847年离开。我先介绍伊个背景吼。这本册原来名就叫 Warden 吼 ，or Life in the Woods 啦吼，伊讲伫伫树林底咧生活。作者就是少肉，翻译吼是我，这名吼一般人拢当作是小姐啦，不要紧啦，我是上来搞，不要紧啦。我先介绍一下少肉吼，伊1817年7月12号，1862年吼，一般。迄个是讲伊是诗人啦吼，铁人家费洛主义吼，超量主义者，做过测量员吼，测量员当时吼是一个足先进的迄个我若有时间吼，我来讲吼，再先一个迄个职业。伊的超量主义的迄个主要是甲这 Emerson 学的吼 ，Emerson 是伊的老师，也是伊的朋友啦吼。湖滨线记吼，伫1985年吼，是伫美国维选即个选票内底吼，是改变美国人观念的头一名吼。伊主要这本册是咧讲环境环境生态观，但是伊影响世界吼，毋是一本册。伊这个人影响世界上大的是，也甲伊
迄个文章叫做《公民不服从》。咱正届3月18，三一八学运的时，就是依据即个理念出来。啊，即本册影响吼，就是伊即篇文章，其实因拢是伫即个超强主义内底的理论吼。伊即个影响世界是上有名的，就是迄个甘地啊，印度甘地不服从主义，就是公民不服从，但是他就是不是，他就是非暴力了，非暴力的抵抗了，哦。佫有即个。金博士哈，解放黑奴，他本身也是解放黑奴的推动者哈。咱搁看来哈，我头拄是介绍头路啦哈，Warden 吼是个湖吼，迄个湖吼是伫Massachusetts吼，迄一个湖的名，伊伫遐住2年了，住喺去一间厝伫遐。伊吼是安那要选个 Warden 即个湖来遐住，因为以前讲 Warden 即个湖吼是全世界上水的一个湖。任何地方吼，所以伫遐说，即个湖遐尔水，遐尔清净，遐尔无受到污染，所以是等于是讲代表一个人的纯洁啦。你要选哪个代表纯洁？超量主义呢，伊主要就是讲你爱人爱超过你所干工作看到，超过宗教，连超过法律即部分吼，如果你人爱超过即个部分，你袂当受到这个束缚。伊要遐做事业，伊遐住2年，做做钱，讲要从伊吼结到一个世界角，结到一个世界角，就我减到我上少的有一个需求的时，我要体验我的生命，到底即个生命是逼真呢，还是高尚？若逼真呢，伊就讲吼，咱生命是好个做逼真，吼。若我是足高尚，伊就讲是安那高尚，伊要从即个企业来讲出吼。即个头拄讲到即个，即我认为伊认为伊是足纯洁的嘛吼，是等于象征一个伊的灵魂吼，伊纯洁的灵魂，所以要选到即个所在吼。伊即安怎形容即个湖呢？我安怎纯洁安怎形容呢？伊讲吼，伫即种9月、10月日子吼，我的路十足是像那美丽的物件，伊四面藏着石边。是我眼中稀世的宝石，伫世界上可能无第二个，亲像即个湖遮尔水，遮尔纯洁，当时遮尔大的湖，伊是上天的水，伊无需要篱笆，族群来去，拢袂糟蹋着伊。这是一面石头讲袂破的物件，伊的水银永远袂落差，伊的金钱大自然随时弥补。无任何暴风甲营养会互伊筋骨的表面玷污，所有不洁的物件拢会沉落。薄薄的日头光会来甲清扫表面，用的是日光倒布，而且无将水汽保留，只是将水汽送到空中，飘伫水面，反映伊的怀中。伊是安尼形容，咱甲你感觉吼。伫咱即本册头一页吼，伊家己从伊差不多伫英文版的差不多4页啦，来摕出一句话来放伫头前遐。伊安怎写呢？伊摕第句第下，等于说讲，我毋是要唱，要写悲情，是我只是亲像透早徛伫街条顶的人，大声提叫，敢若是要叫醒我的厝边隔壁。伊这第句第下就是用这句。伊这啥物意思呢？伊讲吼，伫伊看来吼，全世界的人吼，无几个清醒。所以，伊要从即句话放伫头前讲，表示讲伊是诚实，伊要做一个其他人要甲大家讲，所以用即句话做从头前。这后壁吼有讲到个一寡，其实吼，咱讲即本册写生态论点，毋过伊背景伊后壁的体学吼，体学我是认为迄较重要啦。毋过吼，咱过去的评论来看吼，介少讲的错误，所以我会提出我体学论，但时间上吼，我就莫搁调，我就讲两句就好啦吼。我来讲超量主义，超量主义吼，伊主张吼，咱超量你超第一个超吼，超过，超过，伊是讲你爱超过你即个物质的生活，什物物质的生活？咱看大家吼，反对物质生活，就是讲你即阵医生人的一个分类。迄个年代，美国刚开始出来，伊是19世纪。
中嘛，这个身体都用在这，伊发现了，大家人拢总咧求救。对基本上说，我头拄讲的就讲，大家人拢唔清醒，拢吸收着这个环境所束缚，拢咧追求这个物件，物质、金钱，物件。所以以前来讲吼，伊本身面无钱哦，因兜开鉛笔的工厂，伊搁改良鉛笔了，伊是真有钱哦，因兜是有钱吼。伊去买这土地，甲Amazon咧投资买这土地，所以讲伊嘛是有钱啦，但是伊是安尼甲用家己逼到世界上较好，伊来讲伊要超过这个有这个束缚，伊才要去做这个事业。这个财务主义主张的就是讲爱超过物质生活的限制，提倡简单的生活，活出有意义的生活。人唔需要超越身躯五官的定量，你看会叫做定量理性对理性的理解，传统权威以及宗教思想是反势咱这是伊的想法咱莫讲有其他迄个啥好心灵互我透过人的良知良明，得到真理甲上帝直接沟通，进一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这个美国上早是清教徒，到头18世纪以前拢清教徒做政教合一啦到18世纪以后才开始理性主义兴起。理性主义兴起了后，伊这个就是延续到后来的财务主义。伊这个财务主义来紧，再慢慢的想者咱先看到，咱先跟表安尼咱时间都无钟啦这个保罗这人影响世界上大是一篇啦是关于报章，但是这本册内底我已经摕到一部分，表讲伫迄个开头了有小可讲到伊影响世界讲的报章内底，我共整理内底有名出来伊讲即句话主要代表伊的意思来讲，难道工人必定爱将良心交互立法者？就咱你投票了投票，家己一点拢无保留，你若交出去，拢变做政治人物在来操作。那安尼人有良心要创啥？你若有良心，你将交到别人去做。你有良心要创啥？我认为咱首先必须是人，伊必须是人，这个人毋是讲咱看就讲安怎看啦，伊是从家己定位出发，啥物叫做人？你人是。人必须，伊迄家己徛做，你必须是一个人。我头仔讲伊即个伊的宗教观念，伊是属于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讲上帝创造，伊无反对上帝上帝创造人类了后，伊从迄个力量向咱来做你爱家己去了解了后，才讲毋是做一个公平，是毋是要做一个公平？就讲你咧做人，你才去做一个公平的，你投票了，你是即个国家内底前人。你要做一个公平，你要先做人，看你要做一个公平培养对法律的尊敬，就亲像是培养对权利的尊敬啦。这咱的想法是讲，咱恶法依法你看大法也去做了，有关观念内底，所以咱看这个他的观念是超过这个部分迄并无正当，我唯一有权利要尽的义务是。无管啥物时阵，拢做我认对的代志。对我甲讲自然神论，伊的是你是一个头你对当政府的暴政，或者是非常无能、到无法度忍受的事，咱有权负责向伊集中，而且会使甲抵抗。伊上第一关就是这个，伊伫1846年7月24号第一关，因为伊67年拢无投选，因无联邦政府。无联邦政府在伊厝边就讲公务人员讲安尼67年拢无入迄个税金内底税金伊这边内底有讲着讲等公务人员甲我问讲，我是要做我即个公务人员，还是要做你的厝边足困难。伊安怎甲我回答讲，安尼你着莫食头，莫食公家的头路就好啊。结果可能安尼甲变过结果弄开，一解为偶尔等于起。为什么开关？来关伊关一天尔，因为人方面也是亲戚朋友拢要赚钱我来替你内底高偌钱迄个是一个足大的伊去一定做只底股，去底股看迄个所谓迄个
我入去啊，伊讲我新疆顶Amazon吼，你来控制。对，就我见人，我见人，大家耍。伊讲伊搞关会着，我肉体关袂着我个。对，解释会。两个来讲，到隔工就放出来，啥人放出来？讲有人替出钱啊，替出钱当时毋知，听讲尾仔讲听查来拢是人讲吼，替出钱。伊用关了，伊1847年离开了，介绍过几偌过1年外，就写了迄篇《和平不如总是理想》啊。伊是用关了，才感觉讲伊需要写这篇啊。这篇就是向世界上老大都看着简体啦吼。金博士迄个解放黑奴啦，托尔斯泰无政主义啦。就是讲听我用，讲迄我较袂了解吼。好，安尼咱时间是到这。